像群隨吉鳳飛舞似浪漫，佢在別時任置身，黑色絲巾風中牽滿字幕，共路最港灣，陪你行千盞風裏我獨站。Hello，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測評一個惠陽嘅新樓盤，就係木雲左岸公館。咁依家咧佢係現樓狀態，發展商咧係惠州市運通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咁佢喺惠陽咧開發咗兩個項目，一個係木雲溪谷，一個係呢個木雲左岸，就係今日講嘅。咁項目嘅位置咧係位於惠州市惠陽區秋長街道白石村鹽湖路同埋金湖路嘅交匯處。首先睇下呢個位置嘅大概情況啦。咁呢個位置呢，我哋可以通過呢個區位圖呢，可以睇到啊。咁呢個位置呢，就係木雲左岸。咁佢左手邊呢啲呢，就全部都係深圳區域嚟嘅。咁佢後邊呢，就都係惠陽嘅白石片區啦。咁我哋睇到呢，咁距離沙田站呢，係最近嘅一個盤嚟嘅，就係嗰個14號線沙田站。咁如果係自己揸車嘅話呢，就係10分鐘嘅距離啦，3.4公里。咁如果係嗰個騎嗰個自行車呢，就1分鐘都係，咁就係3公里。咁呢個地理位置嚟睇呢，嗱，可以見到非常佔有優勢啦。到地鐵口呢係非常之近嘅。咁講佢係豪宅呢，咁出嚟睇下周邊啲環境呢，好似有啲唔匹配咯。可以見到佢即係一路之隔呢邊呢，有一個網絡車輛段嘅綜合體，即係集嗰個地鐵運營呢同埋車輛維修係嗰個14號線嘅重要嘅配套工程嚟啦。咁佢都係深圳東部區城市更新嘅重點工程之一。咁14號線東部快線啦，係福田江夏北到屏山沙田嘅，全長呢係50公里。咁呢個作為14號線嘅車輛停放檢修基地，同時通過土地集約化開發，打造地鐵加物業綜合體。咁佢佔地嘅面積有40萬平方啦，即係設計可停放40列以上嘅地鐵車輛。咁佢有住宅啦、商業、辦公、公共嗰啲配套，即係打造屏山嘅新興城市綜合體，配建人才房啦，同埋保障性住宅。咁商業呢會引進一啲社區嘅購物中心，嗰啲便民服務設施。咁佢又有包括有學校啦、社區公園呢啲。聚焦生物醫藥啦，同埋集成電路啊、智能網聯汽車啦，又有新能源汽車啦，就比亞迪嘅4大主導業務啦。目前各大知名企業呢已持續進駐中啦。咁政府預計人員入住嘅量呢就高達20萬啦。咁就係可以享受到呢啲屏山呢邊嘅商業同埋醫療嘅教育嘅呢啲配套啦。即係性價比呢都係算係比較高噶啦。咁依家睇下整個木雲溪谷嘅情況呢，總戶數呢係914戶，咁總佔地面積呢係4.4萬平方，咁建築面積呢係10萬平方。開發商呢就係運通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咁物業呢就係惠景豐物業，物業管理費呢係2.8蚊一個平方，咁停車費呢係200蚊一個月，綠化率呢去到38%，係2 lift 3戶，仲有2 lift 4戶，咁車位比呢係1:1.3，咁佢依家呢係現樓狀態嚟嘅。咁目前賣緊嘅呢係1棟、3棟、4棟、7棟、8棟。咁佢嘅面積段呢有89個方嘅，同埋有97個方嘅，仲有108
同埋131、138嘅。咁喺8棟就係硫磺嘅位置。咁佢116方咧喺3棟同4棟嘅位置。咁目前嘅均價咧就9500到10500，送全屋一線品牌嘅家私電器。咁佢2.4嘅容積率咧，打就係低密度嘅豪宅嚟嘅。依家秋長片區呢邊咧，左岸啦係現樓嚟嘅。除咗呢個木雲左岸咧，仲有一個大華悅庭咧，都係喺賣緊嘅，都係送埋全屋家私電啦。咁兩個位置咧係有少少區別嘅。咁成個秋長呢邊白石片區咧，基本上咧都係呢啲本地嘅居民樓比較多啦，即係就係話係城中村嗰啲感覺啦，就係村屋啦，村屋比較多。咁如果你真係唔介意呢啲村屋嘅話，咁你就可以攞起你嘅電話聯繫我啦。千盞風裏我獨站，遠望渡輪隨浪去，身邊的呼呼北風已經不感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間。長裙隨急風飛舞似浪漫，卻在別時人漸散。黑色絲巾風中牽滿寂寞，蕩落這港灣。隨霓虹千盞風裏我獨站，遠望渡輪隨浪去，身邊的呼呼北風已經不感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間。長裙隨急風飛舞似浪漫，卻在別時人漸散。黑色絲巾風中牽滿寂寞，蕩落這港灣。隨霓虹千盞風裏我獨站，遠望渡輪隨浪去，身邊的呼呼北風已經不感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間。長裙隨急風飛舞似浪漫，卻在別時人漸散。黑色絲巾風中牽滿寂寞，蕩落這港灣。隨霓虹千盞風裏我獨站，遠望渡輪隨浪去，身邊的呼呼北風已經不感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間。長裙隨急風飛舞似浪漫，卻在別時人漸散。黑色絲巾風中牽滿寂寞，蕩落這港灣。隨霓虹千盞風裏我獨站，遠望渡輪隨浪去，身邊的呼呼北風已經不感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間。